因应 AI 时代，外部协会即马有出一款 AI 生成广告平台，甲 AI 助理机器人，要来协助企业打广告找买家。也要强调，虽然有 AI 协助，不过 AI 不是万能的，企业嘛要了解相关的风险，确定业务的方向，才会当知影要安怎来运用。为戏剧动画行出真人，结合未来感十足的动画，冒险年终记者会主视角利用 AI 生成，大大缩短设计甲制作时间。应用 AI 的时代，冒险嘛针对企业推送 AI 经贸助理机器人的服务。买主输入品项 ，AI 就会媒合台湾经贸网相关的品项，并进一步互动。如果用传统的方法来做广告设计跟投放，会花很多时间、很多的资源。那现在透过 AI 的协助啊，可以大幅的加快这个流程，而且可以节省很多的资源。企业也会当透过 AI 生成式广告平台，设定触及率加投放对象。无协指出，台湾经贸网每天差不多有8.5万人伫看，结合 AI 服务，会成为咱国出口加速器。伫 AI 流行的时阵，企业陆续拢伫运用。专家是讲，应用伫商业，因为爱考虑到 AI 会有唔对的时阵，也有客户资料安全，这是两大重点。如果你要做这些媒合，可能会有很多这些客户的个资、对企业资料，那可能就要考虑说自己公司内部建置这些系统，还是说是找那种私有云。专家嘛坦白讲，台湾伫 AI 时代虽然有硬体晶圆制造能力加软体工程师的人才两大优势，各国拢伫抢设计 AI 系统的关键人才，一定会互人关心请去。企业一定爱甲眼光看较远的，提较好的薪资福利，避免人才外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